双手，使我勇敢站立。你定恒的双手，还是不要接，就这样结束。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水之地，我渴慕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以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
心，感受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在他的爱里，我们将勇敢站立。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寻寻觅觅拖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是多么尊贵，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只要享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应许，使我们有再多的不足，你依然赐福给我们。上帝啊，我们感激你的偏爱，为了这份偏爱，我们愿用我们的一生来追随你，服侍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在你的爱里勇敢站立。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始今天的聚会，也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依然站着，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大家一起来，开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通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信而公正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请招待者来负责，谢谢。
好，我们一同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此刻聚集在你面前，要敬拜赞美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赞美。求主光照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污秽，在你面前无可躲藏。求主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为和所蒙的恩相称，使我们的敬拜赞美如同馨香的祭，升到主的面前，蒙神悦纳。主啊，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致偏离了你的道。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亮光，就能使我们得着智慧。也愿恩主常常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应该没有来宾，我来做报告哈。那个下周的聚会，有遇到的人，请你自己看看哈。然后我们来教会的消息，第一条就是下主日5月14号是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哦。为了表达母亲的敬爱与怀念，礼拜中会有儿童啊、青少去银华族的献诗，可惜都只在一堂哦。希望有要看他们的表演的，可以到一堂来看啊。教会也将会准备小礼物，致赠给每一位母亲。第二点，5月9号礼拜二，银华族好厝边一日游。地点是竹南酒厂高美湿地通霄台盐工厂，愿主保守出入平安。然后呢，参加者有学员跟志工42名。第三，5月9号礼拜二，中区教会牧者灵修分享会，知名牧师主理，地点在华兴教会。第四点，5月21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教育部有举办手工皂制作跟冷制皂的 DIY 活动。由于场地有限，将采家户报名，就是同住的家人可以派1人代表来报名参加啊。安全的考量，就不要让孩童来单独来操作。那么呢，请有意参加的，我们名额只有20名哦，额满为止。请到1楼的柜台报名，地点会在4楼的教室。第5点，110年度奉献证明已经备妥了，请到叶县柜或洽干事来拿取。第6点，2023年3月份教会的财务报表已公布，请自行参阅。那么团契的消息呢，就自己来看好了。还有奉献的明细自己来看，如果有错的，请找会计来更正。然后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记载在旧约圣经耶稣雅记16章10节，17章有12节跟18节。21章是45节跟44跟45。那我读，因为它是分开的啦，那我读1节，你们读1节啊，总共有5节我读哈。来，16章的第10节我开始来读。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请大家。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照着向他们的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尽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愿主记得他的话语，我们要常常记住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当中可以做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今天要请黄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在应许之地站立，在应许之地站立，请黄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最近牧师有在做复健，好，就可能3C 用品用的太使用过度这样子，好，就去拉脖子这样。那个3C 用产品其实对于我们生活上会有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便利性这样子，但是也因为很便利、很方便，然后上面什么都有，就很容易让我们长期不知不觉当中长期维持一个错误的姿势。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筋骨酸痛啊，一些不舒服。当然，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年龄渐渐增长，好，即便没有什么3C 产品，我们比如说眼睛啊，好，到一个时间点可能就开始会老花，会有老花的现象，或者筋骨啊也会有一些肌肉慢慢肌少症啊，肌肉无力啊，或者筋骨有一些不是很舒适的这样的现象发生。当我们的身体啊发出这些警讯，不管它是酸痛还是怎样的一些警讯模糊，比如视力模糊不清的时候，对于这些警讯你会怎么处理？我想每一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同，有些人会很快的警觉到、意识到这个警讯发生，就会马上去看医生，想要设法做调整。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有去看医生，但是可能复健的话，可能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样的治疗。那有一些人呢是能拖就拖。能拖就拖，好，这样就是尽量就是不去看医生这样。确实，在现在目前的人类医学上有它的限制啦，好，即便我们现在的医学科学这么的发达，但是还是有它的限制。我们无可奈何的必须跟身体的某些病痛和平共存。比如说牧师有过敏，好，牧师过敏哈。所以这个过敏这种变天的时候呢，就会打喷嚏啊，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就是很不太舒服。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些无法避免的一些身体，你没办法把这些疾病完全解除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设法去降低过敏。比如说以牧师来讲，降低过敏对我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去医院，医生会开那个抗组织胺，然后让这个过敏的情况程度能够降低，好，至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然后白天起来打个喷嚏的时候呢，不会这么的，就是一直啾个没完没了这样子哈，就是可以把它的程度控制在一个，自己还可以相对舒适的一个范围。那上个主日我们谈到约书亚，他如何与上帝同心同行。以至于上帝就照着约书亚所说的来成就。上帝让约书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所打的每一场战役，哇，每一场战役都充满神能呐。好，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个神机嘛，哈，太阳停住，月亮也止住这样子。那也因为约书亚刚强壮胆，专心跟随，他从未想过打退堂鼓，这也是他的信心的展现。那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在几场决定性的战役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以来的读经进度，应该从再上个礼拜一直到接下来这个礼拜，就这2个礼拜，以色列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迦南地已经取得一个基本的控制权，它有一个基本的控制权。紧接着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读经经文，如果你们真的有照实跟着这样的读经进度去走。就是从13章约书亚记13章到19章都在谈一件事情，分地分配土地这件事。不知道大家是读着很有兴趣，还是读着本来很有精神在灵修的，结果圣经一翻开开始读分地，就开始想要打瞌睡，就开始打哈欠，要睡着。我们来挑战一下，大家前面都有圣经吗？大家把圣经翻开，我们翻到约书亚记15章20节。我们来看看，
约书亚记15章20节，好像这样子才有声音，对不对？我也觉得刚才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好像某下面虾呢。好，约书亚记15章20节，大家翻到了吗？在圣经226页，我们来试验一下。我们从20节读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加油加油！还有，好，我们就先读到这边。整个13章到19章呢，都在讲，大概都在讲这个事情。刚才讲到这边这个部分是犹大他分得的城邑，还没有分完哦，后面还有哦，第15章的后面还继续再分。这个看这个分地啊，看着，真的本来很有精神，可能就真的就是打瞌睡了。我们为了要让读圣经读得有趣一点哈，牧师让大家稍微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请我们的建成教会的小会员，所有的长老把大家聚集，然后呢说让牧师抽签，以我们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行政区域抽签划分给大家，好不好啊？怎么这么好像不太好的样子？很好哎，比如说我们以台北市的行政区来讲，台北市最早的行政区是大同区，就是我们建成教会这一区。因为有大稻埕码头嘛，好，当初那个船运啊，好，大稻埕，大同区呢，大同区也是台北市其实行政区域来讲最小的一个区域，最大的区域你们猜是哪个区？猜一下嘛，随便猜没关系啦，这讲错也没关系。哈？万华区还有吗？也就是台北市，北投区都不对，再猜一次。文山区也不是，我是网络上查，最大的区是士林区，有没有住在士林区的？耶，好，士林区是最大。好，如果今天，好，今天不是要抽签喽？好，这么多的行政区，好，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大同区开始。不是有点笑场，很好笑。大同区。有谁要大同区？大同区有永乐市场、迪化街。你们有谁要去迪化街的举手一下？喜欢去的？哎呦，还真的有人喜欢去迪化街，不错哎，是家是哈好。还有码头嘛哈，如果你不爱坐船的，当然就不太喜欢抽到有那个大稻埕码头那个大同区，对不对？如果你又不太喜欢南北货的，你大概也不太想要大同区。好，抽谁中奖？哇，这个大家心里都非常纠结哈。再来要抽中山区，就我们大同区旁边的中山区。中山区有什么？据你们所知，是教会旁边游走让那么久。来，中山区旁边那些百货公司都是中山区啊，不是我们大同区哦。虽然我们那么的近哈，那边就是我们那些百货公司，还有马偕医院，对不对？马偕医院百货公司都很赚钱呢。
然后，但是在过去呢，中山北路在过去有什么？风化区，就是林森北路嘛，那边也是中山区耶。就是感觉有很光鲜亮丽的地方，也有一些比较黑暗面这样子。好，再来刚刚讲到士林区，对不对？士林区有什么来？士林官邸，还有呢？啊？士林夜市，天母商圈也是士林区哎。还有一部分的阳明山国家公园某一部分也是属于士林区。士林区还有故宫啊、科博馆啊、天文科学馆啊，有没有人要士林区的？而且抽签就有了，你还不用去买哦，多好！如果把这些分地这个抽签分地看得这么有趣，应该读圣经就比较不会无聊，不会想睡觉啦就是跟以色列人息息相关你很喜欢哪一区，但是还不见得抽得到你。那你讨厌哪一区呢？搞不好越讨厌你就刚好选中那一区这样子。好，分地这件事情，分配土地只是开始而已。对以色列人来讲，它只是开始而已。从拥有这块地到能掌握它发展的方向，还有充分发挥它这块地应有的价值，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比如说大稻埕那边有一点，这几年来大同区那边有点没落了嘛。虽然它是台北市最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但是没落要怎么样让它在其实我们建成圆环，就是宁夏夜市方位，我搞不太清楚啦。那边其实也没落了一阵子，就是后火车站，对不对？也是这10年来左右才慢慢好像发展起来，整个中山啊、捷运这样子。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哦，就是分地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16章，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好，16章就是我们就看前两段的这个经文，他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当我们在看这么长，从13章到19章，看到这么长的分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经文在叙述，他们没有赶出那些当地的人。土地分配之后，我们要知道，原本在土地上既有的人事物，我们是要概括承受的哦。比如说刚刚讲到中山区，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只要马偕医院，我只要百货公司，但是我不要林森北路的一些比较我比较不敢去碰触的那个部分，你都要概括承受好，你全部都要概括承受。士林有什么？士林那么多的好，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没有啊，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住在非常光明的地方，比较不去那种黑暗的那个。好，就是承受了这块土地之后，该如何进行拆毁重建，要看持有者的魄力跟行动力，还有企图心，这些都是考验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念是否够坚定，他们是否真的很认真的对待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些产业。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2节经文就好了，就是我们会发现经文记载，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他没有办法将当地拜偶像的人完全赶走。本来上帝是要他们进去攻占迦南地之后，要把这些拜偶像的人完全赶走，那他们赶不走嘛？好，赶不走。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人中间，然后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当迦南人当地的这些居民硬是要住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投降，或者是根本就把它不当一回事。就像我们一开始牧师讲的身体上的疾病，我们怎么去面对？是放任它，还是想办法压制，还是想办法给它除掉、挪除？好，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在跟这些迦南当地拜偶像的人住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是不是能够持守上帝的约定？他们是否能持续以尊主为大的信念、坚定信念，在应许之地站立，都成为他们每一天的挑战。这都成为他们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这群跟着耶稣基督已经跨过约旦河了，我们已经从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这些基督徒正站立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都是应许之地。以个体来看是这样，那如果以群体来看呢？这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之前讲到马太福音，讲到天国，整个天国、上帝的国度都是应许之地。基督已经复活了，虽然仍然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一天都在耶稣基督里活着，但是我们仍然怎么样？我们仍然免不了会有一些罪，有一些黑暗的势力会不断的在我们内心搅扰、影响我们。我们仍然会被黑暗的势力笼罩，但即使撒旦的试探从未停止，但我们必定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已经将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其实已经完成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最后，咽下最后那一口气之前，他说成了。这已经是完成式，不是现在进行式哦。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站在这上面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许多的谎言、欺骗，还是会不断的搅扰我们。许多的疑惑跟恐惧，还是不断会盘旋在我们的内心里。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迦勒、约书亚有坚定的信心，将这些不安的因素完全压制，甚至驱逐出去？这些企图要动摇，常常要动摇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他们彻底赶出我们的心怀意念？使徒保罗在面对个人及教会的软弱的时候，他曾经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又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反倒去做。我想要去做的善，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但是我行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啊，做不到。”即使人是如此的软弱，使徒保罗真的看得非常的透彻。但即使我们人是这样的软弱，但保罗也并没有拿这个来当借口。他并没有说：“哎，对啊，我就是软弱啊，我就是没办法。”他没有拿这个当借口。保罗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一定能怎样？一定能战胜那些黑暗的势力，战胜那些软弱。”约书亚记我们读到如今已经即将要尾声，在约书亚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只要是坐在上帝的心意里的，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时约书亚能在应许之地站立，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当然也可以，我们还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一起，牧师要带着大家一起回顾建成在这6年多来，因为牧师来这边已经6年多了。这6年多来，我们要回顾一下这几年上帝如何带领我们拿下许多美好的战役，就好像约书亚这样子带着以色列人这样子作战，取得这个应许之地的控制权。这几年来，我们要回顾一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人觉得会有一点疑惑，会有一点担心，甚至会有胆怯。但是在全体长职的带领底下，我们一起来回顾，看看上帝如何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在这个应许之地站立得稳。首先，当牧师来的那一年，2017年就碰到了漏水，教会漏水的问题。我们用了2个月的工程期，把我们的外墙除了这个玻璃砖的部分，从1楼到4楼就用不锈钢板整个围起来，解决了渗漏水的问题。2个月的工程，我们另额外除了经常费，我们额外还需要100万的募款。我们在2个月内也达到了这100万的募款，因为在这之前有人会觉得很害怕，会觉得很担心，钱不够。牧师刚来建成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牧师，我们钱不够，好，然后对外奉献也不要邀请，也不要让太多的人接受太多的一些单位教会来我们这边
建成对外奉献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一开始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用2个月100万就把整个外墙都处理好了。紧接着1楼也做了一些微整形，到了地下室也开始觉得很干爽，地下室也重新整理过了。好，紧接着2017、2018嘛，好，然后2019到2020，我们各个楼层的冷气，除了礼拜堂2、3楼的冷气，因为它是相对比较新、比较后期装的，从地下室1楼、3楼、4楼、5楼、6楼的冷气，因为也是就是非常的久，已经20几年了，好，有一些不能说它坏掉，而是因为它的冷房效果已经越来越差。那冷房效果差，你就要开得很冷很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很耗电。那后来长职也决定说，好，我们应该要再另外弄个系统，就是像这种1对1、1对多的，好，这样新的系统，因为总是时代科技不断在进步嘛，我们就在地下室1楼、4楼、5楼、6楼的冷气、空调设备也这样子更新，那也是需要非常多的经费。好，再来2021年就是整个音响设备，对不对？音响设备整个更新，我们排除了类比跟数位这样子交缠交织的这样的混乱的使用情形，完全进入数位化的影音设备。还有2022年我们的爱餐1楼厨房也重新改装，可以让煮爱餐的童工更有一个更符合人性化的人体工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煮烹调的环境。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改装的工程，我们真的很感谢魏长老，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他工作再忙，他也会抽空来教会监工，抽空安排工人啊，安排一些这些很多林林总总的工人来按着进度来完成。讲到爱餐呢，在2018年，我们每主日的爱餐是在2018年由当时的关怀部长郑梅长老推动的。当时的郑梅长老他还有一点点的担心，有一点胆怯，但是呢，也在我们敬会长老的支持底下，带着一群同工来支持，然后让郑梅长老刚强壮胆，好，然后就这样子推动了我们每主日的爱餐。让我们常常有，比如说圣歌队，主日下午需要加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是有篮球队或任何团契活动，我们都可以不用每个礼拜伤脑筋要叫什么便当，叫几个，我们不用烦恼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不用烦恼中午回去要吃什么。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跟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心灵关怀的这个部分，有许多人在这个部分得到了满足。这6年多来，刚才牧师讲的这一些，建成在硬体设备及事工的推动上，需要许多大量的资金，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有短缺的情况发生，而且那个资金非常的到位，及时到位，建成一步一步就走在应许之地上站立得稳。当我们确实坐在上帝的心意，当我们在圣灵合一里一起向前迈进的时候，就会经历上帝在资金、在服事缺口上那好几块饼、好几条鱼的供应。这几年来，其实从奉献以及服事的参与度就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坚定。因为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从奉献就可以看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愿意奉献，你愿意服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会供应你，你对上帝的信心就展现在这里。除了我们教会内部的需要，这6年多来，除了内部的需要，还有在事工上的这些部分，我们在对外奉献也交出了极亮眼的成绩单。牧师一直在挑战长职，也挑战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是个内聚的教会，我们教会必须要外展。我们要把眼光放远，因为教会如果不宣教，就不叫做教会。上帝不断邀请我们参与在各教会的宣教事工。这几年来，
建成透过对外奉献，支持了许多教会在台湾各地的他们的教会修缮。他们教会修缮好了，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继续进行宣教事工。我们建成也帮助许多弱小教会在他们的宣教地能够继续传福音的使命。即使我们在这过去3年 COVID-19 疫情，我们也没有停止过。我们来回顾一下，从台湾屏东南部，屏东就有台湾中会的龙山教会来我们教会募款，然后往北走到台中，台中有泰雅尔中会的原村教会也来我们教会，他们是为了他们的经常费，他们为了他们一台钢琴，他们没有钢琴可以敬拜，他们来我们教会募款。再往北走到了桃园新竹中会的以马内利教会，再往北走台北泰山民事教会，然后往东部有位于苏澳泰尔中会的金月教会，大家或许慢慢都有印象就回来了。另外还有我们也为着金城教会的边缘青少年事工为他们募款。我们借着对外奉献，我们的宣教工作可以遍布到全台湾。不论是，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短缺，我们并没有这样子我们的经常费就不够，没有这么多的见证，上帝，我们跟着上帝的脚步打了这么多美好的仗，这么多的见证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何须胆怯？不论是教会内部修缮需要对外奉献，还有事工的推动，当我们朝着得人如得鱼的宣教使命不断向前努力的同时，我们就果然就经历了好几块饼、好几条鱼的供应。若是行在主的心意，就凡事都能做。然而在心里，如果你始终疑惑胆怯，如果你就像那些以色列人，那些赶不出迦南人的那些以色列人，如果你就像摩西差派那12个探子，其中那10个探子回来都说：“哎，不可能啊，他们多么高大呀！”如果你看到的都是困难，你不断的把那个困难跟问题不断的放大，那么你真的就会勇气尽失，双腿发软。可是如果你像迦勒跟约书亚一样，你看到的是一个机会，你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你就敢跟着上帝往前冲，你就一定会想办法突破重围。你要做哪一种人？你要做那种看到问题不断的呈现，然后就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还是靠着主，只要是坐在主的心意，你凡事都能做。只要你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必能靠主刚强，在应许之地站立得稳。其实，在每一个主日、每个礼拜、每一天，我们都在征战啊！不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每天都在应许之地打仗。我们在跟我们自己的内心交战。牧师拿我们礼拜天侍奉的同工来看好了，乐团的团员。好，我们每次华语礼拜就是敬拜团的团员都会在这边。你们以为敬拜团的团员都是很爱秀乐器、很爱唱歌的吗？是啦，或许他们很爱唱歌，但是爱唱歌我去改调整，我干嘛要这么麻烦？改调整，我干嘛要这么麻烦？对不对？我如果爱唱歌，我去 KTV 就好了，我干什么要这样子？我如果会乐器或什么的，我不用这么麻烦。好，他们在这样子修改调整，一直不断的被否定、被修改、否定、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辛苦，有谁知道？爱餐服侍的同工也是一样啊。我们每次华语礼拜结束之后，这些爱餐，你看爱餐服侍那些叔伯阿姨们，有谁真的是很爱做菜，爱到在家里做不过瘾，还要到教会来做给大家吃？麦孬啊，别傻了！很多都是在家里做的已经做得很累了，然后忍着全身筋骨酸痛，妈妈手也好什么的，就是忍受酸痛继续，然后在教会为了服侍大家，为了给大家可以
享受在爱餐当中的团契。更有一些姐妹是从来不煮饭的，不进厨房的。她在家里都不用煮饭，不用进厨房，但是她愿意为了爱餐这个事工，这个可以让大家凝聚，可以让大家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愿意学习慢慢怎么样子切菜，怎么样洗菜，怎么样切菜，怎么料理。宣道部，我们周间145有宣道部，你们认为宣道部的同工是很无聊，在家闲得发慌，没事做才来教会照顾这些英法族的长辈吗？谁不是牺牲自己可以喘口气、可以休闲的时间？还不就是为了教会的社会责任，为了这一些长辈，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但他们心灵有多少的孤单，多少的苦毒，多少的无助，他们需要有一个可以释放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志工就为了服侍这一些长辈，为了让他们可以接触到耶稣的爱。谁不是为了这个？谁是为了自己？还有篮球福音队，篮球福音队的青年们都是很爱打球，好嘛，很爱打球，那自己组队去打就好了，干嘛这么麻烦？干嘛那么麻烦？还要招兵买马，找你们的同事、同学、亲朋好友的来这边组队，然后还要前后、场内场外在这边张罗筹备，然后每2个礼拜一次，几乎每2个礼拜一次，还要抛家弃子的，好。去那边跟大家这样打篮球，干嘛那么麻烦？我如果爱打篮球，我自己私底下就去打了就好了，轻松愉快。打完球拍拍屁股就可以走，多好！会这样子去花心思，愿意这样子牺牲，还不就是为着让他们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能够借着篮球这个平台来认识教会这个群体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认识教会的篮球不同于外面的篮球，不是为了这个吗？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教会是怎样的存在吗？弟兄姐妹，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每天都有征战发生。我们不断的在肉体的软弱跟心中的意愿，还有上帝的心意交织啊！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服事同工，常常也都在跟自己的内心交战啊！我这个礼拜休息一下可以吗？好，我这次休息一下，我下一次再来，或怎么样的，他们也会累啊。只要是人都会累，这很正常，所以他们也常常不断在肉体软弱、心中的意愿跟上帝的心意之间拉扯。我们就像那攻占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些试图要让我们觉得，哎呀，不用那么认真啦，不用那么认真把上帝当一回事啦。好，这些引诱其实常常一直都在。这些意念时不时的，有时候会在我们软弱、在我们疲累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疲累不顺心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给我们搔个痒，要动摇我们不要再做了啦，够了，不用再做了。他们企图要试着让我们退缩。如果我们在这之前，我们都可以像约书亚跟迦勒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一些试图要我们停下或后退的声音，当我们像迦勒、约书亚这么有信心，完全不被动摇，可以继续向前的弟兄姐妹，牧师鼓励你，你要继续在你的应许之地站立的稳。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如果你每次碰到一些事情你就动摇、疑惑，那么你要学习约书亚跟迦勒。如果你总是会想要退后的那个声音不断的出来搅扰你，想要让你逃避现实，你要知道，透过约书亚记，上帝已经应许我们。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是从18节开始看，
在18节这里经文，他后半段说：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然是强盛，虽然搅扰我们内心的那些黑暗面，常常时不时的就跑出来。虽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跑出来。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然是强盛，但是你也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接着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说，耶和华照着他们向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全部都应验。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应许之地。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应许之地啊！上帝在我们的心里，上帝无所不在，所以到处都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已经在这个地上站立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站得稳？我们能不能站得稳？能不能够持续的让我们是相对坚强、不被动摇的那个存在？我们不被我们的敌人撼动，我们不被谎言撼动。只要我们能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与主同行，我们就能一直在应许之地站立得稳。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勇敢站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在主面前立志，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需要你，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再被世界打败。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去寻觅你多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是多么珍贵，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只要享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求主
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需要你，我又会在哪里？你灵痕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跨越约旦河，在应许之地站立。主，当我们常常要被动摇，好像要跌倒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因着他钉痕的双手，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的痛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清楚。我们很想要放弃后退的心，主你也明白，但是主耶稣，你依然带着我们向着十字架，向着那荣耀的复活来迈进。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有力量，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有智慧、有信心、有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在应许之地站立得稳，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唔免惊》。总会呀，有主同行。